从国中就有这个兴趣了，然后升高中的时候，本身也是会修科的啦，所以经常都会去拍一些飞机啦、战机、直升机之类的东西。刚好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机会，说有那个俄罗斯的货机要来，那一来到台湾的时间又不是说常常来，他有可能3、4年才来一次，所以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到这边来拍这个飞机，专程来等的。因为它的载货量比一般的货机还大，而且它的航行力啊也比一般的货机还要远，而且它这一台还不是算俄罗斯厂最大台的，这个是最中型的而已。它大型的还比这个还要再大，所以我们觉得说很特别。